高雄警方查到有一個集團對中國進口壯陽藥的原料，佮南京藥甲包裝做健保食品，已經賺超過8,000萬。警方攏總抓到8個人，地檢署嘛按照違反藥事法正式甲起訴。亞白的包裝用文字強調有壯陽效果，阿巴頂懸寫着食品2字，不知個內面的產品說是有南京藥成分的假藥啊。高雄警方去年追查一件李小成爆殺案的時，意外發現幾多種明講壯陽效果的保健食品，佇咧網絡賣甲寫叫，甲產品提去化驗發現內面有南無經過核准的藥品成分。對去年7月開始，都會當新北市衛生局發動2擺敲催，佇業者公司找到17000盒的假藥啊。該集團透過健康食品名義摻雜偽藥成分，借以增強功效並宣傳，進而販售牟利，恐對服用者造成無法恢復之傷害。那個是2入的，那個盒子的。那等一下，對。警方表示，攏總抓到8名嫌犯，7人人因為看到壯陽產品的銷路好，利潤驚人，100桶塊的成本會使賣價1000桶塊，大家分工合作，細工的主嫌負責對中國進口壯陽藥的原料，細李甲細王的強權透過家己的生物科技公司去找配方甲藥啊，然後包裝行銷，甚至佫找網青來做代言人，對106人甲打，不法所得超過8,000萬，市面流通超過14萬盒。從中國進口的非法原料，它的製程沒有受到政府的把關，它的劑量也不受我們的控制，而且它常常會摻雜着其他的化學原料或是重金屬。若將這些產品吃下肚，可能會對於我們的肝臟、腎臟或是泌尿道系統有非常嚴重的影響。為着要讓產品有效果，就烏白南禁藥，叫我頭地檢署認定這8名嫌犯的行為涉嫌違反藥事法，已經起訴。目前已經有消費者反映，食完會有心肝頭、噗噗慘的現象。因為相關產品佇咧網絡平台也有人在賣，警方也呼籲千萬唔通買來路不明的藥品，避免了錢傷身體。記者郭家如、柯昭陽、高雄場報道。